打一個平衡步，咁啊打開眼做就得噶啦，打開眼跟住慢慢做就可以啦。好，首先我哋做一個游腕嘅動作，兩手腹前交叉，係啦，慢慢吸氣，然後慢慢轉托天掌，手心向上，然後繼續自然呼吸。好，嗱我哋個掌根要好似掂到天花板一樣啊。好，首先左邊，右邊，左右，嗱個身體盡量保持中正，左右左右，要掂個天花板嘅感覺，左右主要係掌根，左右左右，做多兩個，左右左右，好，兩手鬆開喺兩邊，慢慢帶落嚟。手咧盡量打開一啲，就唔好走得咁前啦。好，然後喺腹前，今次唔需要交叉手啦。然後慢慢吸氣，慢慢吸，收腹，提會陰，鼻吸啊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動一下，呼氣，口呼，慢慢呼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，俾地心吸力，將我哋嘅手慢慢鬆落去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沉住膊頭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。我哋用鼻吸口呼，轉托天掌，撐一撐，呼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，感受下用地心吸力，將我哋嘅手慢慢鬆落去，都要留意啊，大腿要放鬆，膝關節放鬆，腰放鬆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。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，好啦，然後我哋做一個彎腰嘅動作，一樣啦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頸椎彎，呼氣，然後保持自然呼吸，胸椎彎，感受個脊椎逐節彎，保持自然呼吸，眼睛可以打開嘅，腰椎彎，慢慢落，又要伸直，彎力二位，落到低啦，收腹，拱腰，輕輕下按1、2、3，腰椎起，逐節慢慢起，唔好心急，胸椎頸椎收住，集中喺個動作裏面，胸椎起，頸椎起，然後手從兩側帶氣下落，手盡量打開，要暈過嚟氧氣得㗎啦，唔好坐嗰度氧氣，攞埋個水，嚟啦，氧氣喺翻埋位度，氧氣可以㗎啦，好，又嚟咯噃，吸氣收腹，提會陰，手慢慢上，轉托天掌，可以打開眼做，當然係覺得舒服嘅，眯埋眼做都得，撐一撐，呼氣，手慢慢落，
好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係啦，打開嘅平衡步，手慢慢上，膊頭放鬆，轉，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。係話可以企返個少少，係啦，好，做多一個，好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手慢慢提氣上升，慢慢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口呼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，感受下地心吸力。將我哋嘅手慢慢鬆落去，做多一個，吸氣，收腹提會陰，慢慢吸，唔好心急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。然後我哋做多一次彎腰嘅動作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手慢慢提起上升，膊頭盡量沉住，轉，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頸椎彎，呼氣，然後保持自然呼吸，胸椎彎，慢慢落，逐節彎，唔好心急。腰椎彎，留意頸椎要收住，將佢慢慢捲落去，讓你以為落到幾多就得幾多，到底啦，收腹，拱腰，輕輕下按，1、2、3，腰椎起，逐節慢慢起，唔好心急。腰椎上晒啦，胸椎起，留意頸椎要保持收住。最後頸椎起，手從兩側打氣下落，手盡量向後打開，膊頭放鬆，手臂放鬆。好，再嚟個噃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，兩側慢慢大氣下落，手盡量打開。吸氣，提氣上升，收腹，提會陰，轉托天掌，輕輕撐一撐，呼。做多一個，吸氣，收腹，提會陰，沉住膊頭，手慢慢上，轉，托天掌，頭頂上方，撐一撐，呼。然後中指輕輕相接，點一點肚臍，提會陰，上命門。好，兩手鬆開，我哋做一個左右側彎嘅動作，
我哋腰咧先向左側彎，然後手就順勢做一個對拉就可以啦。好，預備左側彎，唔係叉腰，唔係叉腰，係啦，兩個手對拉，係啦，邊邊先都冇所謂嘅。好，回中位，右側彎，係啦，好順嘅隻手，兩個手有個左右對拉，係啦，腰盡量放鬆，回中位。要匀個人唔好向前衝，個人唔好向前衝。好啦，左側彎，兩個手對拉。要匀你嘅右手向左邊拉過去，兩個手對拉，係啦，好似將軍盡量拉多啲。回中位，係啦係啦係啦。右側彎，要放鬆，兩手左右對拉。回中位，左側彎，兩手左右對拉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回中位，右側彎，放鬆，鬆落去，手左右對拉。回中位，好，然後我哋手放平。做一做轉腰同鬆一鬆個頸啊！好，我哋嘅右手向前，左手向後，頭向後望。嗱，胯盡量向前啊，頭盡量向後望，盡量個頸轉多啲。回中位，沉住膊頭。好，另一邊啦，左手向前伸，右手向後拉，頭向後望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回中位。右手前伸，左手後拉，腰都轉多啲啊！頭向後望，保持呼吸。回中位，左手前伸，右手後拉，頭向後望。回中位，做多個。嗱，今次配合呼吸啦。左手向前拉，右手向後，左手向後拉，右手向前，吸氣。呼氣，翻嚟，左手前伸，右手後拉，吸氣，頭盡量向後望，腰轉多啲，個胯盡量唔好喐。呼，翻嚟，做多個，係啦，右手前伸，左手後拉，吸氣，頭向後望，呼，翻嚟，回中位。左手前伸，右手後拉，吸氣，呼，翻嚟，好，手自然放低，然後我哋做埋呢個塌腰拱腰啦。好，叉腎訣，手指公按住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，係啦，腎訣放喺腰背嘅位置，腰背，咁啊，大家就 keep 住打開腳做就可以啦。好，兩個移位，盡量做，慢慢彎腰下落，保持呼吸啦。落到幾多得幾多，45度都可以。好啦，預備咯噃，好，塌腰，盡量向下落去，拱腰，收腹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塌腰，壓落去，拱腰。塌腰，壓多啲，拱腰收腹，腹都要用下力㗎。塌腰，壓落去，拱腰收腹，塌腰。嗱，留意頸項，保持伸直啊。拱腰收腹。塌腰，壓多啲，拱腰，收腹，塌腰，壓落去，拱腰，收腹，塌腰，拱腰，
做多3個，塌腰，多啲，壓多啲，拱腰收腹，塌腰，拱腰收腹，最後一下塌腰，壓落去，多啲，壓住，多啲，拱腰收腹。回中位，百會帶領身體慢慢直起，唔好心急。然後兩手鬆開向前，攏氣回收，男左女右，手心相貼，呼於肚臍，膊頭放鬆，提回音，上擰門。好，兩手鬆開，我哋再喐下個膊頭，鬆下個腳。嗱，我哋再做下轉肩，向後轉就得啦。手臂放鬆，點樣咧？手臂盡量唔好喐，淨係個膊頭喐。即係話點啊？做嘅時候錯誤示範，要問下呢啲。個手臂唔好喐啊！呢啲啊，唔關佢事啊。手臂唔喐，淨係個膊頭向上。向後要夾多啲，向下盡量向下拉，即係畫一個後半圓就可以啦。圍啲，係啦，向上，手臂唔喐，好，向後夾多啲，將個胸盡量挺出嚟，然後膊頭向下壓落去，盡量拉多啲，再嚟咯噃，向上，後夾多啲，向下拉，將個膊頭盡量拉落去，膊頭向上，想象下個膊頭好似要掂到你嘅耳珠啊，掂到耳仔，手臂放鬆，唔關手臂事，好，向後夾多啲，向下沉，拉落去，做多2個，向上，向後。向下，向上，向後，向下，好，自己再鬆一鬆，鬆下手指、手腕、腳，喐下佢，提腿，係，原地踏步。嗱，熱身咧可以原地踏步，但練功嘅千祈唔好原地踏步啦。練功要有進步嘅，係啦。咁醒嘅，識得拍嘅啊，係啦，起碼去到呢個腰咁高，保持呼吸，係啦。要有埋姿勢添喎，左右拍添喎，係嘛？呢個又好啊，難度高啲嘅，左右。如果可以咧，你加埋少少個上身，喐埋個上身，左右。你每日你做佢100個，你 fit 晒啊呢個，係啦，即係做到點樣咧？有少少喘氣，甚至有少少汗，咁就已經 OK 啦。